天肃静，问永暗这条路特别长。我伫溪岸边，只有长长的身影，水流声陪我行。倒影的灯光照着水路，水啊，要去倒位？生命敢有期限？也是用着淡薄仔的气势，看懵懵迄一款，无地址问牌号，意思有路无厝，放你四过漂流，倒位才是永远的厝？想着人生命有长有短，辛苦病痛的时阵，救护车大声呼呼叫，停伫急诊室门口。医护人员抢救患者，病情无同，轻症门诊注射观察，重症送入手术室开刀，生死天注定。最后关伫加护病房内，司机直溜溜靠仪器医治性命。病房外忧愁的家属出入生死门，等，搁再等，心情沉重。暝雨冷风冷，合手问天，梦当时才会醒。